好啦，嗱，頭先咧就練咗個 single short fall 啦，咁依家咧就做下一個節奏啦。嗱，睇住 Kip Sir，嗱慢做咗呢個節奏先。嗱，我哋唔使上插唔使成嘅，睇住我隻右手，睇住我隻右腳，睇住啦喎，落去。幫我踩實個閪先，踩實個閪先。OK， 睇住。大啲，幫我大啲得。OK，然之後兩隻手，然之後係啦。OK， 好嗱，我數4個小節，你可唔可以幫我打4個小節？準備開始起手，1、3、2、3、4、2、3，準備停。OK， 第二次1、2、3，準備1、2、3、4，準備停。最後一次啦，準備開始。2、3、4，準備，咁簡單得唔得 ？OK， 好。好似咩話？好似轉緊個。